来乡亲啊，这个振兴三倍券，为后日7月15开始，就会当开始领、开始开咯。经济部的统计，到早起的11点为止，全台湾注文绑定三倍券的有1195万人，另外还有超过1100万人也未注文绑定。 也就是讲，这1100万人到时阵会拢钱到邮局，恐惊会造成领券大塞车。就今日来引发到民怨，所以邮局临时来宣布，为今仔日的早起9点开始开放注文，咱的乡亲会当透过网络，或者是打电话到邮局先去注文。 三倍券后天上路，邮局现在担心会人挤人呢，因此呢推出了网络跟电话的预约服务。 只要上邮局网站，就使看到三倍券注文的所在，点入去了后，会使查询你所在县市邮局有偌无闲。按照时间选20以后的时段，网站佫显示讲每一个时段剩偌济人会使注文，确保进行分流，希望讲会使降低排列的情形。还不错啊，因为我不喜欢人挤人，就是自己本来时间就多，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去领都没差的。 邮局表示讲，9点一开放，到早起10点半，已经有超过34800笔的注文。邮局临时开放注文，是因为全台湾有几千万人也未注文，反正讲会像2008年的消费券同款。当时大家伫邮局咧排列引起民怨，即摆除了网络注文，邮局嘛开放0800700199的注文专线电话。 客服人员接忙线中。是讲邮局表示讲，注文的专线是利用总局的人力去协助苗用网络的人，用电话方式协助网络注文。若是讲人较济，就需要加卡跪拜。建议讲苗上网络民众会使找人协助网络的注文，安尼较省时间。